大家好，我是叶梦松。即摆嘅影片，我会带大家去游曲嘅新山，金卡林地，哇！甲马六甲搭潮州话甲福建话。多即个我会感谢我嘅朋友吴耀正、吴元佳、卢景凡、甲马文良小胡歌、霍小颖、甲霍亚皮。再写。自从到新加坡嘅新山，新加坡，就好新山嘅分享几条街来食面。今日梦松头一摆食粿条囝，可以，做你打，哇，好食，好食，好食 ，OK 啦，即吹即，有咩 comment？ 有咩？我咪comment啊哇，即係呢個醬，呢個醬啊正式嘅一激啊，辛苦啊，勁啊，哦喲，喺拍爆燈圖咪？等下喺拍爆燈圖啊，一係汁一係醬。我無餅拍爆去吉隆坡啦。嚟到新山林馬龍龍頭一吹，是生嘅，生嘅，唔是點點嚟咩？生點。去接受唔？呢係味素。哦，接受。去啊！去。去啊！呢個係味嘅好食。呢係生妹啊，生妹。我係做食啦。食條生妹 OK，碌一大脆 OK。招呼高標是有潮州特色嘅標，趣味嘅是招呼高標皇天上帝、紅水大帝、甘天大帝、華光大帝、甲朝大皇水即五大祖先，即經分別交由潮州、福建、客、廣肇、海南5邦，各邦各自敬奉一種祖先。就算即五大祖先都無達到是即五邦各自祖地嘅神兵，亦能照況敬奉一種祖先。自從嚟到新山嘅印度街，這個是華妹餐廳，這個是海南餐廳。這個嘅餐廳真係嘅出名，連熟蛋都愛食哦，睇者，有了這個小雅。俾嚟人免去懷疑，這個是唔是下樓嘅？睇者，有俾嚟 staff 到這個做工嘅，正式嘅是Satu Malaysia，這個俾嚟曬啊！愛介紹者，這個是參，廣府嘅叫做鴛鴦，這個是地市啊，海南茶。即係高飛咕油，呢本是三色三色啊，唔是三星啊，三星差一截啊。在跳舞哦。哇！有哦。哇！哎呦！哦。粿條海南式嘅粿條，依邊哦，只要依邊嘅即係 shape 哦，彎盤是即係呢條雞條。
龟条炒海南的汁。这个就是油擺，這個是蓋擺。这是羊排的，油擺啊，對啊。藥我打到福建話去，潮州話是藥擺，呢個就是烘蓋擺，哇，真正青草哦。烘啊！啲料我死袂在，唉，哇，好食，睇起來真硬喎。呢種活動steam我就是就忽對到講嘅個每動心，就忽能打嘅，唔是我。我所過是呢個就是齋雞骨，就是開齋在雞清一雞骨就叫做開齋骨。個每動心。開齋骨嘅意義就是學呢個回教徒，伊人去感受一個艱苦人嘅艱苦。到齋雞骨嘅時陣，伊人日頭袂使食物件，暗時伊人暗暝才會使食物件。就是愛互伊人體會到艱苦人嘅艱苦，因為艱苦人無食到，會使每一日攏會使食。好 ，ATM 到幾個？就問 ATM 到幾個？好，你有遐打潮州的無？你有遐打潮州的無？打潮州的，ATM 就好貴。多謝。本故事介多的教育，麻煩全世界嘅同人愛要在打南方當人話，譬如打潮州話、福建話、廣府話、客話之類嘅，唔是逐擺開嘴冚嘴攏打北京話變嘴。當人甲當人打話，愛要在打南方當人話。這種到幾個？幾乎哦，幾乎這個點，推到新加坡界，價錢又好啲哦。是哦。啊！我好了，嘿嘿。白燒胎就好，燒米等啊！呢個就是橫頭落地啊！呢個是印尼咖喱蝦，印尼嘅咖喱蝦，呢個是辣辣，呢個是索凍，花烏。乾公菜、英菜，哇！平時食榴蓮嘅時就愛用榴蓮殼放鹽水嚟啉嘛，嚟清熱嘛。今日咧文餸頭一擺嚟食鱔，愛用鱔嘅殼嚟多淡薄茶，伊啲伊個鱔嘅殼嚟啉啊！消毒嘅嚟。用示範嘅 ，OK。文餸用尖殼啉茶，哇！味素按照看，哇！呢個茶嘅味素，好嘢啊！哇！茶已經滲掉點解味道啊？呢個味素了，哦，一喙無夠，再一喙來，來，哇，來。乾嘅，哇！這就是尖殼啉茶法，
这个是文松发明的啉茶法。唔是我發明嘅，是我朋友打就是點解？啊，对，川馬頭一肯就是你的做法。我頭次傾，啊，恭喜咯，文松，你發明了新的食煎法、啉茶法，啊，恭喜哦。背摸 OK 我識黐台 OK 嘅，哇，哇 OK，哦，爽啊！爽，哦， OK，文松把你頭一擺愛用這個機器夾海嘅。入海，計機計根固。OK，文松你始終會使出力大力計。阿是啊，他冷呢幾啊海別啊，啊，出力！哇，哦，別了咯，必了，怕水那个是乜水？小精啊。OK，嗰啲嚟，出力。會啊，伊會把散個了無。多了咯。哦，你會使食了，你會使食。 OK，把你食一喙，食兩喙啊，食來看，食來看。OK，大聲淡薄。哇！呢計白正式計城市哦，哇！正計，哇！陪打痕，哇！梅打行啊，梅打。哇！嚟，有地包，雞髀，哇！即唔是雞髀，即唔是蓋，即是即係海，即是好似即係海拔八集哦，八集。要推嘅，哇！即係海八集啊，即係海。啊！如果你到 shopping mall 推到即個梅嘅，你夾杯登佢噃，你夾杯曲佢係報贏噃。哎呦，買哦！是你係查某囝，愛贏即個梅夾噃。啊，即個是衰囝嘅冰，哇，正式勁呀！哇，就是即勁 big bowl，多招呼招，來 JB 店殺少愛食的，做無人家不如。哇，即個就是流量比嘅冰啊，哇！流量比嘅搓冰，哇，做個搓冰，哇，正式勁呀喎！即陣來到高門底食物件咯。愛開即個撈肉飯、撈沙包，喲，假燒，燒死人哦！啊，你真正好料啦！到香港嚟到你開到一個，你定要愛試哦。這個是紅豆爽。之後就是avocado milk、avocado 古靈加古拉馬拉克、樟樹藤。喺甲州伊即係外西店啊，包你有包啦。如果你無甲州伊哦，無包嘅，萬得會啉嚇，是唔是？個就是新所特別嘅福建味嚇。平時到吉隆坡，我能開到嘅福建味咧是烏嘅，伊會要加豆油落去，烏豆油落去，但是伊唔是加烏豆油嘅，即係。白白啊！白豆油，就是我靠白豆油，白豆油就是生抽了喎。試所大啦，太過認真啦。呢個是咩？這個是那斯蘭瑪哦，這是從馬來西亞人對暑假嘅打頓。
即個就是菜頭粿，菜頭粿你開一計食，先識計嘢嗬，兼食嘅哇，是啦，廣府會叫蘿蔔糕，即個就是米熱布，別來滷味，即個是米線，就是香糯嘅米咯，即個就是肉渣，特別嘅，佢到尾嚟食是真特別嘅，每日都愛吃啦。油條啊，像什麼邦加 style 嘅肉醬，印度嘅肉醬，就是布拉珍就是蝦膏啦，但是伊是鹹嘅，蝦膏咧摻一個福建味來對，即是比嚟食style 嘅福建味，因為我能摻布拉珍落去，個加一個狸貓接落去，檸檬接落去，跟住咧佢吉州咯，已經加即係布拉珍吉州落去了基本就已經冇推掉布拉珍嘅即係 square 度嚟對啦，已經吉州揾咗啦，已經有入去了啦，好，只做愛食了啦，等住拎了都冇好食咯，baru quay lọc nha thay lọc hàm gì đây sẽ lọc bùn sông để ít bay thầu chỉ bay ca mỹ nữ tạ hỏa yo 咁啊，問伊伴落係咩啊？但是我唔知愛做呢行是計啷，我愛放是計啷行嘅，所以我問是計 waiter 周燈嘅，開依個台飯OK nasi y bé heo thia hot game với ăn hot ai ủ plan đi thành，plan B 啊，我用手臂咯，哇用手臂哎呦good da 講。good da 哪一个比较适合他问？哪一个名字 Which one is suitable for this character? The first one. Okay. Now take it. The two, the second one. 好， Alright. 謝謝你啊。就麻坡嘅江莊公會，江莊就是福建南部嘅兩個地方，叫做漳州甲漳州。是麻坡嘅惡打，開始一嚟對。哇，叫聲嚟啊！是哦，即馬拉哥 River Cruise 是有歷史嘅河嚟嘅，這條河咧是古早即馬拉哥頭一個馬哈拉澤頭一個蘇馬哈拉澤皇帝因佇這邊看這個風景，因本來是為Indonesia 來印尼來的，然後你順時就佇這邊這條河附近休困咯。特別咧，有看到一隻鹿加伊個狗踏入去這條河，伊條角地這個所在真正是可能有可能是反映嘅所在，因為連這隻鹿本安尼好大，加這隻狗踏落去這條河裏邊，所以確定了咯，就這邊來開始發展伊
王朝伫即边，所以莫拉克头一个王朝是为即边开始的啦。看即道啊，即道是18巷18桥。其实爱到这个码头了啦，会转来码头了，准备爱石花，准备爱石花了。已经拍好势了，也把伊拔掉这个船，才会使拍好势。你看，terima kasih untuk 俾垃圾蓋掉蓋，只個是潮州會館。潮州會館這周邊嘅就有這個迎春會館，迎春會館，迎春就是泉州其中一個所在哦，泉州其中一個所在。這邊嘅是慶州會館，這邊是雷州會館啦。雷州是廣東其中一個所在，但是伊講嘅話，雷州話並唔是啥物功夫嘅啦。伊有上較是關係古建，但是即陣咧古建學家其實也未正式確定伊是乜辦東啊，還是辦南啊，還是辦中啊？即天德宮哦。這個是地洋會館，也就是茶洋會館。這是西河塘。隔壁店个名真趣味哦，都叫做地理学家。是毋是马来西亚地理学家伫即边出世的？也是讲所有马来西亚地理学家会伫即边来讨论地理的物件咧也是伊家己是一个名尔，无啥物特别意思啦。听过我朋友介绍迄金hen嘴捌来即边
演戏啊。全世界嘅朋友都能好，都能嚟到比勒格，也就愛嚟開那都為了甲古兵的成福時，除了開藝術話，也就愛背着佢一個愛幫伊落地風機，一個有自己嘅人。我獨自過下面，這是我朋友大愛就是做嘅，並唔是我自作自地愛就是做嘅。我就感覺起卡哩，哈？我確實給我嘅朋友聽去啊，比勒甲有這種方式咩？你人留嘅給我知啦，感謝。小弟葉文忠做這個嚟叫土地公土地坡，我希望比利西亞加新加坡嘅兩人嘅故宮會使保留落去，始終比利西亞加新加坡嘅兩人伊人講往打北京嘅人，唔係打伊人走衰嘅故宮，所以我是感覺好擔心這個趨勢，會導致我人嘅父母會保去，所以我正式嘅愛窮 Q 土地公土地婆，你人會使守護我人，會使保留我人係父母嘅，守護我人走衰嘅時間。我也希望我人就講福建話運動，甲講打潮州話運動、打廣府話運動之類，也會使到比利西亞甲新加坡電競，就是只會使守護我人嘅父母嘅，會使傳承落去。好啊無？我人佇馬六甲啦，做啥物這邊我一直看到有死力咧，有死人。做咩事咧？這邊一直咧等雷公個啊！佫有真正奇怪個代志就是吼，我這邊收袂到啥物地塔咧，收袂到小鼓啊，我是講電話個小鼓，根本收袂到，是無咪力啦，一出袂到力，
这边就是巴巴牛娘的餐厅来的，这边个会使食到牛娘菜啦，看者这是牛娘掌啊，福建掌。看者这 decoration 是特别啦，你来马六甲就爱看巴巴牛娘的 design 啦，若无啊真正是无彩啦，若无，这个是叫金针啊，侪人哦，所以讲哦，你就知啊，这牛奶菜是真正欢迎的啊，游客本爱来啦，这边本有六甲的人来这边食的啊，所以讲你就知啊，牛奶菜的泡得落了啦，这是牛奶的三包，伊味素就是无相的啊，莫甲我讲加其他的三包相款啊，个这是牛奶垃圾啦，这味素无相的，恁莫看伊这垃圾甲其他的垃圾真正相款的款哦。就一个啦，唐人的垃圾甲马来人的垃圾，真正是无相的嘛，莫甲我标啦，哎哟，这个是无标啊，这个是一粒小，就是小鸭啦，这是台铁，这个是地青茶咯。这个所在就叫做Proclam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Memorial。就是马来西亚独立的时阵发摩迪卡独立这个口号的其中一个所在啦。这个所在就是福摩沙城啦。古早的时阵啊，葡萄牙已经攻入去马六甲，然后咧，葡萄牙这个殖民政府啊，伊人爱保掉家己的名啦，伊就用起这个城来保掉伊人啊。就是莫互马来的统治者个 attack 巴黎啦，伊人就是惊安尼款啦，所以就有这写伫这边啊。即阵我着入去这古城的门啊，看伊内边啊，其实有淡薄 demolish 啦，后来这荷兰政府接着这马六甲的时阵，伊拍了这个葡萄牙，荷兰人来到马六甲了，伊人搁重新装修这古城啦。你看这边啦，这边本来是一个壁，但比已经 demolish 了，已经毁壁了。只剩落来的已经毋是完整的壁了。这个所在叫做 Saint Paul Hill，我人已经看到福摩沙这
炮台啦，一炮台头顶这边就是山顶这边啊，佫有一个上到是厝诶，但是以前古早市就是这个办公诶所在，就是行政中心个办公所在。古早是帕梅梅萨拉到葡萄牙到荷兰到英国殖民政府诶时阵咧，伊人把这所在当作是行政诶中心啊，所以这是真正有历史诶所在。这山咧就叫做圣坡丘。边个这个所在就是 Dust Graveyard。Dust Graveyard 就是互人会放啊，是啊，你有看到放这边啊？